大家好，我係柯志華老師，跟住落嚟將會由我為大家講解高中中文課程。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呢一個就係我哋高中中文課程嘅概覽嚟嘅。咁可以見到就係由高一、高二、高三，我哋嘅中文課呢係會有3個大嘅板塊嘅，分別係中文課、閱讀課同埋寫作課。咁喺高一同高二嘅正光入邊啦，更加係有學以致用嘅中文課程嚟嘅。咁到底咩學以致用中文課程呢？我一陣都會為大家詳細講解。除此之外，大家可以見到我哋成個高中啦，都係以升學為主軸嘅培訓嚟嘅。就希望大家可以喺高中嘅時候去為升學做準備，就唔好去到高三報大學嘅時候先至話：哎呀，我唔知我嘅 CV 要點樣寫，我唔知我嘅自薦信要點寫。我哋希望同學係可以趁早去做好準備嘅。咁喺高中嘅中文課程入邊啦，教學方式咧係會配合電子教學嘅，咁以老師講解、學生討論、實踐為主嘅一種嘅教學模式啦。咁除咗我哋嘅普通教學篇章之外咧，仲會有語基、閱讀、作文等等嘅內容，主要係提升大家嘅核心素養同埋啱啱提到嘅升學素養訓練。而喺寫作課入邊啦，大家可以見到高一、高二咧係會有一個進階中文嘅寫作課嘅，咁就會分為寫超班同埋普通班啦。咁普通班嘅話咧，最主要就係以單元學習拓展、讀寫練習等等，咁就希望大家係理論同實踐都可以兼備嘅。咁寫超班顧名思義就係一個超前班啦，咁係由各班去揀幾位嘅寫作尖子進行小班分層教學，就同大家喺而家初三嘅時候係一樣嘅，咁就會同普通班唔同啦，咁係進一步去探索寫作核心嘅，咁係以徵文比賽去作為我哋練筆嘅一個輔助平台啦。咁去到呢一個閱讀課嘅話呢，咁高一、高二最主要都係以閱讀素養嘅培養為主嘅，咁包括材料啊、群文啊、文言文啊、現代文啊等等唔同類型嘅文章去進行一個素養化嘅教學。咁當然去到高三，咁大家可能無論係考4校、考內地或者係可能出去應試翻又或者係華東地區等等啦，咁呢一系列都係涉及到呢一個閱讀嘅部分嘅，咁所以去到高二、高三啦，都會針對翻呢一個方面進行一啲嘅訓練嘅。咁去到學以致用中文課程，現階段目前嚟講，我哋高一、2、3嘅正光班會行緊嘅有戲劇、論文寫作同研究、古詩詞創作同埋演講嘅。咁以戲劇為主啦，咁其實係希望可以將同學將文本同生活進行聯繫啦，進行到一個活學活用嘅部分。咁教學係以主題式教學同埋戲劇教學法為主。咁除咗課文之外，都會加插一啲中外劇本啊、名著閱讀同埋討論嘅。咁論文寫作同研究，顧名思義係希望同學可以透過論文寫作去進行一個文本分析能力、文本研究能力嘅提升啦。咁更者就係我哋都會希望係將呢一個論文投翻喺一啲相關嘅刊物上面啦，將思考嘅過程實踐到喺研究嘅領域上面嘅。咁古詩詞創作方面就當然就係最主要圍繞住寫作古詩嘅練習啊，或者係古詩吟誦方面嘅一啲嘅比賽啊，或者係實踐啊，咁係希望令到同學們係可以同情共感到當時作者嘅生活際遇啦，可以令到學生完成跨文字同埋跨音樂兩個領域嘅學習嘅。咁喺演講方面啦，其實我哋話無論係日後升學、求職定係現階段嘅present 啦，我哋所謂嘅，其實口語能力已經係一種不可或缺嘅能力嚟㗎啦。咁我哋透過呢一個課程啦，就係希望係透過講解、示範同練習，增加同學喺發言時候嘅自信感啦。咁當然，我哋都係結合文本去進行教學嘅。咁我亦都會有唔同嘅比賽，又或者係一啲嘅平台俾大家去進行展示嘅。咁以上大概就係我哋今次課程簡介嘅一個簡介內容啦，叫做咁。如果有任何詳細嘅資訊想知道或者了解嘅，都非常之歡迎隨時聯絡而家各班嘅中文老師嘅。咁喺呢一度都祝各位學有所成，學得開心。我哋高中見。